神父嘅追思彌撒即將開始，咁喺彌撒開始之前呢，讓我哋先約略咁樣懷緬一下陸毅神父嘅一生。佢出生喺1913年9月21日喺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省嘅希洪市，然後喺1930年嘅9月20日喺西班牙嘅薩拉曼卡進入耶穌會。1945年6月7日喺中國河北省獻縣領受司鐸聖職。1951年佢嚟到澳門，開始咗喺利瑪竇社會服務嘅服務。然後喺60年代佢就為一啲冇家庭照顧同埋無依無靠嘅長者創建咗伯大尼安老院。1968年創立咗而家係聖瑪利亞安老院嘅聖母安老院，當時係以收容無依無靠嘅女性長者為主㗎。1970年開辦聖類斯公撒格之家，為弱能人士提供協助。然後喺71年佢成立澳門明愛，接住喺74年創建咗嘉模聖母安老院，對象係一般冇家庭照顧無依無靠嘅長者。然後喺77年嘅11月5日，佢始發沒完。接着83年，佢創建青州老人院等等多個慈善嘅團體，甚至過咗千禧年之後，喺新嘅呢一個世紀2004年，佢繼續喺中國為唔同有需要嘅人士服務。佢喺湖南成立咗關愛之家，以照顧末期愛滋病嘅患者。05年甚至去到越南同埋緬甸幫助麻風病患。然後喺05年同一年喺豐祿成立兒童喜樂之家。07年佢仲喺中國幫助有愛滋病嘅孤兒。然後佢喺今年嘅7月26日主懷安息。彌撒即將開始，為咗保持彌撒嘅莊嚴，請大家將手提電話同埋傳呼機等響鬧裝置關上。此外，主辦單位已經安排咗專人拍攝，所以請大家喺彌撒期間安座位中，多謝合作。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Mass is about to commence. To avoid undue disturbance, please switch off all the beeping devices. There are professional personnel responsible for photo taking and video recording. Therefore, please remain seated during the Mass. Your cooperation is greatly appreciated. 現在彌撒即將開始，請各位起立，我哋唱進唐詠喺經文嘅第一版 Requiem。Requiem. Et hymnus Deus in Sion, et tibi redetur votum in Jerusalem. Ex hac in orationem mea, ate omnis caro veniet.
Requiem. Decet hymnus Deus in Sion, et tibi redetur votum in Jerusalem.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啱啱。